我要慎重的跟我们所有在座的好朋友们介绍一下，我们张爷爷呢，在我们大安社区大学呢，在这里已经上课了12年了，而且在这里学好了为已经12年啊。那张爷爷学这个闽南语的这个用意呢，这个目的呢，真的非常的棒哦。爷爷是在关怀咱台湾人、河洛人单亲独居老人哦，这个意义真的是非常的重大。我要再次的跟我们张爷爷再次的感谢你，真的是非常的棒，而且在我们大安社大里面上课这么久，爷爷要不要来为我们讲几句话？好。有意义的事情。到这边，大安社大13年了，今年我在这上课12年。是，为什么要上社大来上课？我可以这样讲，像我这个岁数，就要活动，就要开心。我们大安社大实实在在是我们一个中年、老年，又是特别的引发度的活动的地方，真是好。校长亲切又慈爱，老师每一个都是非常杰出的老师，尤其是我们的老师时代来讲真是好。希望你们能引导社大来参加活动下就知道了，尤其是我们河洛会班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们真的，你看到张爷爷这样的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到老学到老？我们大安社区大学呢，真的是给我们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好地方哦。